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初二。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民数记第22章22节到28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32节到4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结婚还是无结婚。过去伫家己中会伫服侍牧会的时阵，因为中会甲天主教家己教区有真好的同工的关系，所以阮也有机会来共同参与济的共同聚会的中间。长期以来，家己中会甲信义会甲家己天主教的主教区有济事工顶悬的合作，包括圣诞节的游街，即个和平的祈祷会，甚至有做伙圣餐。台湾的天主教前总主教洪山川主教就是家己教区出身的，甲阮有真好的同工的关系，有真好的互动。伫即摆伫洪主教阁担任家己教区的主教的时阵，因为伊的即个主教的座堂即个周年的庆典，阮去参加因的聚会。聚会了后有个机会甲一个较年长的即个修女来交谈。伊甲我讲我感觉阮天主教的即个神职人员比较较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阮持守独身专心服侍上帝安尼啦伊所谓的即个符合圣经，就是今仔日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7章32节到40节即个所在。咱要先思考一个问题啦独身主义的服侍一定比较专心专意服侍吗？其实好若亲像昨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牧师有甲大家三角分享，食物件还是无食，有食即个祭祀偶像的物件，甲无食，甲上帝的关系根本就无一点牵连都无啦食也袂感觉讲，就是代表讲甲上帝关系较好还是较歹无食嘛无表示讲这甲救恩有关也无关同款的理论的角度，是毋是独身甲专心专意服侍上帝，其实嘛无直接的关系。相对来讲，咱应该思考讲，即个神职人员若无结婚，若无家庭生活的话，是毋是安尼对信徒有家庭有婚姻的时阵，咱就无法度有同理心呢？当然，咱袂安尼去思考啦因为同理心是一种伫无共款处境，然后你愿意来换一个位，徛伫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即种的作为叫做同理心啦。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原本我就无即种的状况，可能就算我有结婚，我嘛无法度了解你的家庭的问题。就可能我若无结婚，我嘛无法度真正了解有结婚的人。但是我愿意换一个位去思考，即种的作为就是爱真心真力真意的疼啦。你若真正有疼的时阵，你就有即种的同理心，无拄拄是讲爱独身，还是讲爱有家庭，你才会当做好这个代志。搁较简单来讲，就是讲无论结婚还是无结婚，拢会通专心全意来听主上帝，来听人。但是上重要是讲必须爱尽本分啦咱必须爱将保罗的前后文看清楚，咱才有法度来明白保罗真正的教导啦咱搁倒转来伫迄个婚姻的主题顶悬啦若是讲
决定伫即个结婚的婚姻的关系顶悬，着爱持守婚姻的关系即种的决志，忠心伫迄个婚姻的关系顶悬。如果持守独身的服侍上帝，就应该忠心伫即个独身的决志顶悬。这是独身主义的人必须爱去真认真思想的。因为亲像伫保罗所提醒的，有人来拍着即个独身的口号吼，却是安尼四界留情，也是讲安尼暗下伫遐乌白变遮的关系，这完全是违背即个圣经的原则。伫无偌久之前，美国天主教嘛曝露出伫即几十年来神职人员的性侵害的事件。听讲即个消息，也是讲即个代志已经发生70几年的时间啊。所以对婚姻的关系无忠心，也是咱现代婚姻的问题啦吼。久久长长来拢是共款啦吼。伫保罗的时代，伊的教导所领受的原则，其实是足清楚的吼，就是爱忠心啦吼。保罗并毋是强调无结婚的神职人员是上好的吼，实在是讲保罗所设立的迄种初代教会制度内底，神职人员是无应该结婚的，圣经拢无安尼讲吼。保罗的意思嘛毋是安尼吼，这完全误解保罗的教导啦吼。迄就是咱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保罗的教导。伫伊的书信中间的对象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迄个时代有足侪婚姻的问题吼。伊咧看免遐个无结婚的男性还是女性，既然无要结婚，就应该爱全心全意来服侍上帝。当然，你若准是结婚有家庭的信徒，应该用家庭做目标来做第一个，然后才会当服侍上帝的教会。如果无结婚的信徒专心来服侍教会，迄就是教会的福气。这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啦吼。马丁路德500几年前改教了后，伊就甲一位修女来结婚。这改变对天主教建立教会以来的即种神职人员的传统，诚做改革宗教会的传统。但是伫改革宗内底，也有侪神职人员嘛是持守伊的即个终身独身主义，因一生服侍上帝，嘛做了真好的工。牧师想要强调的是讲，结婚还是无结婚，并未影响着服侍上帝的品质。只要咱尽心尽力，会通牧养好家己的家庭，其实嘛是一种真好的见证，敢毋是安尼？马丁路德是一个结婚忠心服侍神职人员的典范。牧师家己的家族长辈，我的姑父李邦达牧师，就是改革宗内底一个独身主义、忠心服侍的神职人员。李牧师伊一生来服侍了后，伊的遗愿就是讲，伊若过身的时阵，伊要穿新娘衫来入葬。为什么？伊想要表达讲伊的心志，伊一世人亲像圣经所讲的迄种基督徒甲基督的关系，就是新娘甲新郎的关系。所以有结婚无结婚，拢会当成做忠心上帝的奴仆。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2月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到第10节，民数记第22章22节到28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32到40节。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结婚与不婚。牧师以前在嘉义中会牧会的时期，有机会，因为嘉义中会跟天主教嘉义教区有很好的关系，那我们跟嘉义教区的同工有许多的机会，
共同的聚会，共同的同工，因为长期以来嘉义中会跟当地的信义会、跟当地的嘉义主教区、天主教主教区有许多事工上面的联合合作，包括像圣诞节踏街啦、2月的这个和平共融的祷告会啦，甚至我们是打破了那种天主教的传统，我们可以一起守圣餐。天主教的前主，台湾天主教的前总主教洪山川主教，就是嘉义教区出身的啊。那我们在嘉义的时候有很多的互动。那有一次在参加，我们受洪主教的邀请，那时候他还在担任这个嘉义教区的主教的时候，那因为这个主教座堂的周年庆典，邀请我们去参加。那在聚会之后，我们跟这些神职人员都有机会交谈。那我有机会跟一位比较年长的修女来交谈，她就告诉我，她对我们这个改革中也非常有兴趣哈。她就告诉我说我觉得我们比较符合圣经的教导啊，因为我们是持守的独身。全心服侍上帝哈。那他所谓的这种符合圣经的教导，就是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7章32节到40节。在谈到这个独身服侍的之前，我们先提一个问题啦哈。那就是说，独身主义的服侍一定比较能够全心全意的服侍上帝吗？或是说我们说独身主义没有家庭的负担，难道没有其他的心中的累？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啦哈。那其实就如同昨天的主日信息里面牧师跟大家分享的，吃不吃祭拜偶像的东西跟上帝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的牵扯关系的。吃也不会代表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良好的或是不好的，那不吃也不会代表说我们跟救恩无关，或是说跟救恩就特别有关系。同理的，我们是否独身与全心全意的服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对的，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是说，也许我们会思考，就是说，如果神职人员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生活的时候呢，那是否能够对于那些有家庭有婚姻的信徒，能够了解他们，有同理心呢？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去反问去这样思考那其实因为同理心其实是一种在不同处境的人愿意义为去思考的作为。换句话说，就是说原本我就跟你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彼此交谈了，那我愿意换个位置，在你的角度去思想你在说的事情。这种换位思考是同理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作为，就其实有没有婚姻的关系，其实你如果有这样子的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的话，那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了所以无论结婚与否，是否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上帝爱人，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要懂得尽本分。我们必须将保罗的教导前后都看清楚了，或是整本圣经去了解了，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保罗真正的教导或是圣经的意思那我们再回到婚姻的主题上面来讲了那若是决定在婚姻的关系上面的人，他就应当持守对婚姻的这个约定就是持守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就像我们之前也用这个耶稣说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看，所以我们必须忠于婚姻的关系。那换句话说，如果持守终身
独身啊来服侍上帝的人，他就应当忠于在这个所谓的独身的角色上面。这是独身主义者需要认真去思想的。因为呢，就像保罗所提的，在当时候也有这样的人，打着这个独身的旗帜，却到处留情，却是按下呢乱搞性的关系。那这完全跟圣经的原则是相违背的。美国天主教最近几年也爆出了一些神职人员性侵的事件。那据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超过70年左右了哈。所以其实对婚姻的关系不忠心也是现代人的婚姻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从保罗的教导当中去领受的一些原则。保罗并不是强调说不结婚的神职人员就是最好的服侍者，他不是这样说。或者是我们说保罗在设立的这个初代教会的制度里面，神职人员就不应该结婚，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哈。如果是这样想的时候，就像那一位修女她说的这样就完全误解了保罗的教导。或者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来了解保罗的教导，就是说在他的书信呢，基本上他是写给非常道德混乱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他在劝勉那些不结婚的男性跟女性的时候，既然你们不结婚，你们就应当更全心更专心的服侍上帝的教会。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人来参与教会的服事，专心的更专心的，那将会是教会之福。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那我们来回溯一下马丁路德在500多年前他改教的时候，他改教之后没多久，他就跟一位修女结婚了。当然这个改变了长久以来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的传统，那成了改革宗教会的另外一个传统。但是在改革宗里面，其实也有许多神职人员是持守终身独身主义的，他们也是一生服侍上帝，也是非常的忠心。牧师要说的是说结婚与否，婚与不婚，其实并不影响服侍上帝的品质，只要愿意尽心尽力，能够牧养好自己的家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见证。马丁路德是一个结了婚而忠心服侍神职人员的典范。那牧师自己的家族里面有的长辈，我的姑婆李帮助牧师，他就是改革宗里面一位独身持守独身忠心服侍的神职人员的典范。那李牧师在他的遗愿当中，他希望他是穿着新娘服入葬，所以我们当时候也这样子的完成他的心愿，因为他想要表达他的心志，就是一辈子持守独身来服侍上帝。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就是新娘与新郎的关系。所以婚与不婚，其实跟我们是不是愿意同心或是忠心服侍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成为忠心的奴仆。